將我哋嘅一啲嘅意見放到好。主啊，你寬恕成我，以致我哋嘅生命咧，不知不覺咧就喺大家之間唔同嘅意見嘅裏面咧，主啊，好多嘅神啊，你親自嚟到寬恕我哋，耶穌你親自憐憫我哋，讓我哋嘅生命咧真係常常要定睛喺你嘅話語，定睛喺你嘅心嘅裏面，有你嘅心為心，主啊，有你嘅愛，有你嘅看見，我哋咧就勇敢勇闖，勇敢嘅多謝主。主啊，你說這類的鬼若不借着禱告不能出去，這類的鬼若不借着禁食不能出去。主啊，你憐恤我們。主啊，今天我們在你的面前，主啊，你來光照我們的時候，主啊，我們知道我們還真不能禱告，我們還真不願意禁食。主啊，因為我們憑眼見